塘枣园区市膝肝治疗部院区倒数5、4、3、2、1，请启动，掌声鼓励。想要这个玩具，这个部分吗？太早结了，对吧？这样子有毛病呢，都是有毛病的，来。限30岁以上，大概100个有4点多个人有新型肝炎。那彰化县大概有37000个得过新型肝炎，就感染过新型肝炎，但是很多人因为不还是不知道，所以现在大概有一半的已经接受治疗了，还有一半的人我们并不知道他在哪里。因此，我们希望6年之内能够把这些病人找出来，然后能够提供治疗。器官彼此相干的是肝脏跟胰脏，这2个彼此不为一体。但有人说肝胆相照，跟光较大。这个医生发现，第一人有这个人不好，我若化病，彼此其实唔好。关机叠加彰化，关系规个中化关。第一个达标，阮负责的扩大500个，吹出来，治疗了。这当然爱都感谢，真正感谢阮有一个做好先医疗叠加大的团队，伊所下骹大的人，阮所有都努力咧找食。当初无参爸爸做伙治疗，就是因为讲这个费用真的是真贵。我爸爸其实他花的费用其实。曾经有听爸爸讲过，有花到100-200万，其实真的是蛮多的。那其实感谢政府现在对膝肝的治疗师很积极，那也给很好的用药哈。妈妈其实今麦的治疗的过程，从爸爸当初比较起来哈，其实真的轻松就真的是轻松很多。然后你在经济上面的负担，其实几乎就是刚刚主持人有讲的，就是基本的就是基本可能挂号或者是其他的费用而已，其他额外的医疗负担其实是没有的。遇到病痛的时候，其实还是要找医生有一个正确疗法爱有信心，才会使把这个治疗的过程克服过去。再去几点食？你对点食哈，再去贵先到糖尿病，无糖分的问题啦吼。停很久吗？然后来，阮邓姐伊那者哦吼。你身躯内底大血筋、小血筋，会互影响着。这就是你血糖控制无好的时阵。但是你血糖控制好势，你这个问题就较袂发生。小血管，比如讲你的目睭啦，你的腰子啦，你的神经会影响着。大血管就是你的脑内底的血管、心脏内底的血管、骹手这个血管。如果讲掉入变讲心肌梗塞中大家拢知影，这个拢最严重的。糖尿病，这得着肝病机会真大啦。第二个就是非酒精性的肝脂肪疾病，就是阮大家讲的脂肪肝啦。脂肪肝就是讲你像大箍，食足侪油入去，这个脂肪沉积伫肝脏内底，沉积伫肝脏内底，肝就直直发炎。发炎久你可能就变纤维化，然后较久就变肝硬化，肝硬化久可能你肝癌就出来。